今天是从古到今，天上神经，是地间诚心满意的事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光影留声节目又和您见面了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刚才大家欣赏到的这段越剧啊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。是的，这就是拍摄于1962年的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。随着这部影片在全国各地的热播，宝哥哥徐玉兰和林妹妹王文娟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了。今天呢，就请您跟随着我们的镜头去了解一番徐玉兰和越剧的金玉良缘。在以往播出的光影留声节目当中，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不少越剧艺术家，他们学戏多半是因为生活所迫，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可是呢，徐玉兰和他们不一样。徐玉兰虽然从小被她的亲生父母过继给别人抚养，但是亲生父母家和她的养父母家，一家是开米店的，另外一家呢是开饭馆的，都是小康人家，吃穿不愁。又因为这两户人家又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说徐玉兰从小就受到了双方父母长辈的宠爱，尤其是奶奶白小娥对这个领来的长孙女更是百依百顺。很多年之后，每次演《红楼梦》，看到贾母对贾宝玉的那种宠爱，徐玉兰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自己的奶奶。我有句心里的话要说，宝妞啊，你讲。我妹妹多于病，两副病院也要给，当今一把妹放在一前哦，也好娘同病相怜心连心，我的年龄才相近啊，死了也苦遭不分。宝妞啊，老祖宗啊，我天下梵文复苏起，自己与妹妹空似谁？因为奶奶的宠爱，小时候的徐玉兰可以说是无法无天，上山爬树，下河摸鱼，没有她不敢做的事情。7岁那年，家里人为了让她收心，把她送进了私塾念书。这个私塾呢，开在城隍庙里边，边上呢就有一个戏班子。徐玉兰对老夫子教的那些知乎者也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却对戏班子里边那些舞刀弄枪的女孩子特别的好奇。他常常乘着这个教书先生不注意啊，偷偷的溜出课堂，翻过学堂的后面的这个矮墙，去看戏班子里的演员练功。这么一来二去，徐玉兰呢就和那些比他大不了几岁的演员成了好朋友了。有一次啊，几个人起哄说：“哎，小妹妹，你也听了我们这么多戏了，唱一个给我们听听啊。”徐玉兰也不推辞，拉开嗓门就唱了一段。
洪亮的嗓音把在场的人都给惊呆了。戏班子里女孩子们那些惊讶的表情让徐玉兰得意极了，就连教戏的师傅也说：“哎，徐玉兰是一块唱戏的料。”这下徐玉兰彻底没心思念书了，她一溜烟的跑回家里边，缠着奶奶：“我要去唱戏。”奶奶白小娥听了也没当真，乐呵呵的说：“好啊，要唱戏。”奶奶教你。原来啊，徐玉兰的奶奶白小娥她自己就是一个戏迷，平时呢常常带着徐玉兰去听绍兴戏。可以这样说，徐玉兰之所以热爱这个越剧啊，就是她奶奶白小娥给培养起来的。徐玉兰解释说：“不是，我要进戏班子去唱戏。”还没等奶奶白小娥弄明白孙女儿今儿唱的是哪一出，边上徐玉兰的养母腾的就跳起来了：“不许！好啊，你放着好好的书不读，想当什么戏子？你想都不要想！”这徐玉兰本来就是个倔脾气，现在又仗着奶奶撑腰，她也倔强地说：“我偏要去。”没想到啊，养母她是一个火爆脾气啊，顺手就从桌上操起一把刀，指着徐玉兰说：“你要去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”徐玉兰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杀了我也要去。”最后啊，还是奶奶白小娥出来打圆场，同意了徐玉兰学唱戏的要求。天
这徐家的孙女儿要去唱戏了，这在当地算得上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呢。要说奶奶白小娥对徐玉兰的宠爱，比起《红楼梦》里边贾母，那还真是半点不差。虽然同意了孙女的要求，但是想想平时听到的那些戏班子里边女孩子挨打吃苦的故事，奶奶白小娥就觉得头皮发麻了。要是自己的宝贝孙女儿也进了这样的戏班子，遇到这样的师傅，那白小娥真是不想活了。左思右想，她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自家出钱办一个戏班子，自己请师傅。于是伴随着徐玉兰学戏的冲动，一个新的科班，也就是东安舞台成立了。那年徐玉兰才12岁。戏很苦啊，也是使我深受唱戏的命，非但不觉得苦，而且我是讨苦吃，跌宕反悔，样样不利。我相信到了练苦练到神经不了时，一旦挺过来了，这就会成功。在东安舞台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叫做于传海的师傅啊，很喜欢徐玉兰，对他格外的严格。于师傅在教徐玉兰唱腔的时候啊，除了传统的越剧唱腔之外呢，还特别注意借鉴京剧、徽剧、绍兴大班的唱腔，丰富徐玉兰的演唱。后来徐玉兰说，我之所以能够在越剧唱腔方面有所创新和建树，首先要归功于这个于师傅。大家知道徐玉兰是越剧小生流派徐派的创始人，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徐玉兰最早学的是老生，还曾经被人称作泰斗文武老生。1933年，徐玉兰第一次来到上海，在旭乐茶园里边演出，就曾经因为在《碧玉簪》中临时救场演王玉林的父亲而一炮走红。后来呢，改行小生之后，《碧玉簪》也是徐玉兰经常演的剧目之一。夫人，我的夫人啊！传奇呀，今
我夫我本是言而行为情两缘，独自为朋友舍弃眼黑，你呀小愁情丝与我真，真心插山如夫妻，陪等我望着子也不还缘，前程途迹他走怕路，用凭心机也望春，是今日眉头下月本云，是我与你夫妻从此团圆。前边我已经说到过了，小时候的徐玉兰啊，性格倔强，可是当了演员之后啊，这种脾气她是一点也没有改变。解放前的越剧舞台上啊，后台老板为了吸引观众，常常会要求演员在演出的时候加上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，或者是无聊的噱头，来博观众一笑。1946年，徐玉兰和小丹桂演出《是我错》，这出戏呢也是徐派的代表剧目，很受观众的欢迎。有一天演出的时候，剧场顶上的一个电灯泡掉了下来，引起一阵喧哗。后台老板自以为聪明，要求徐玉兰在第二天的演出当中加唱一句“电灯落下是我错”。没想到徐玉兰一点也不给老板面子，他质问老板：“你懂不懂戏呀？这出戏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那个时候有电灯吗？”这一句话就把老板给噎回去了。想你不忘来是我错，趁你到场的银啊辅导，有理是你呀不错。上京赶考你送啊我赢，夫妻你总是你不对。
财在东方要许亲，不在几件事我从前之事你呀都得，过去的事情是啊我错。徐玉兰70多年的舞台生涯，曾经和许多花旦合作过。除了前面我们所提到过的这个小丹桂、袁雪芬、王文娟之外啊，傅全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。说起这两个人的合作，还有一段非常惊险的故事。当时傅全香回嵊州老家探亲，他的中途呢，路过宁波的时候，看了徐玉兰演出的武松。傅全香非常惊讶呀，原来越剧舞台上还有这样文武双全的小生演员呢。正巧这个时候，傅全香的老搭档范瑞娟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不能够登台，于是呢，傅全香从宁波回到上海之后啊，便产生了邀请徐玉兰和他合作的想法。这徐玉兰收到邀请之后啊，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，立马买了船票，准备前往上海。没想到，就是这次旅程，差一点出了大事，要了徐玉兰的命。那个只是刚才我就请那个宁波是请船的饭，那个我请的这个宁少林就很大的，那么当时呢我就碰到这个海里碰到个水雷，就是没水，有水雷，水雷，那这个船老大看这个水雷，水雷要吸铁的，你水雷它吸过来，它就酿。他看见水了过来，他酿，已经让后来他们告诉我们听的，酿一个水那么大的人家都酿过去，他屁股不动的呀。那么水来啪过来插那个屁股了，他们插了一起，这插了一起了，这样碰了一起。如果打个正着，那又是一把太当成好了，就完蛋了。后来傅全香听说了徐玉兰在海上的惊魂之旅，吓得不轻啊，他连连说：“哎呀，要是因为我的缘故害了玉兰大姐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呐。”不过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1944年初秋，徐玉兰在上海正式挂牌，和傅全香合作演出《浮生六记》。在这出戏里边，扮演一对志同道合的小夫妻。是谁啊？哎，雕中小技何作花痴呢？哎，永琪，我想到新婚之夜，令我两人不是背诵关夫人那句卧龙诗吗？记得你侬我侬。说一个我，将这两个一起当铺用水调。再念一个你，再说一个我。我与你
1947年的9月25日，徐玉兰领衔的玉兰剧团成立了，首演放在了龙门大戏院，演出的剧目呢是《相见泪》。这出戏啊是根据小仲马的小说《茶花女》改编的。徐玉兰请来了戚雅仙和自己搭档。对于玉兰大姐的盛情邀请，戚雅仙一开始啊还有些犹豫。犹豫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之前，戚雅仙演的一直是二尖担，也就是女二号。这次要挑大梁演主角了，戚雅仙心里边还真是没底。何况这是玉兰剧团成立之后的第一出戏，要是砸在了自己的手里，那真是太对不起玉兰大姐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徐玉兰热情地给戚雅仙打气，她说：“哎，人啊，总是有第一次的嘛，试试看。我自己也是试着在挑大梁了。”《相见泪》上演之后啊，果然反响极好，而且呢，戚雅仙还因为在这出戏里边的出色表现，赢得了悲旦的美誉。你这封信写得太凄凉了，郎君思君去，情素美，此分不是发脾气，一人思量上几桩，梦里我夜到君边，等一起三顾自然路书边，因心多累神不听，我只有千里迢迢千里寻看与郎君记忆你。我千乡千十万，夫妻来客厅分一生，就是的救你心苦病。雨欣眼前写到的信一封，信字字句句写进那眼。就有这样的事，你快告诉我信上是怎么写的？写尽是句句是道歉，层层芒刺我心间。你说到就是的恩爱是一了，说郎从此莫相恋。你说到求必报将必报，重点之人永分明。你劝我莫在此情恋往事，往事是花早凋谢，想不到平生也人门生死，一旦想起情字眼。相见泪在龙门大戏院每天日夜2场演出，场场爆满，一票难求。与此同时，
玉兰剧团的剧务部还在积极地创作新戏。国破山河在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一出好戏。这出戏说的是三国末年，蜀汉后主刘禅刘阿斗昏庸无能，宠幸宦官，眼看着江山就要被魏国夺取了。刘阿斗的儿子北帝王刘晨苦劝父亲不果，悲愤之中拔剑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来到了祖庙哭诉之后拔剑自刎。这出戏解放之后又经过了整理加工，改名为《北帝王》。周恩来总理特别喜欢这出戏。看了徐玉兰的表演之后啊，周总理说：“谁说越剧都是软绵绵的？徐玉兰的哭祖庙就会高亢壮烈吗？”儿心
不等见好。在天子令你苦知道。1952年，我带领原来地上的姐妹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成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的特招乐队团。1953年，这种人带领我们到东北慰问演出，阿拉讲对岸的炮火激起我们的爱国热情，大家纷纷请传，要求到朝鲜战场上去慰问最可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。玉兰剧团的演员们在朝鲜战场上一共待了8个月，在战场上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。这样特殊的舞台对于徐玉兰他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，有的时候呢，他们也不免闹出一些笑话来。比方说，有一次徐玉兰、王文娟在演《梁祝》的时候啊，当他们演到梁山伯吐血而亡的时候，台下突然之间有一位年轻的战士站了起来，冲着舞台上大喊了一句。由于那位战士是北方人，现场呢又很嘈杂，徐玉兰一时还没听明白他在说些什么。当时他就愣住了，心想，是不是自己演得不好啊？志愿军战士不满意。后来经人们解释啊，恰恰相反，不是徐玉兰他们演得不好，而是演得太好了，让台下的那位战士当了真了。所以说那位战士冲着台上就大喊，梁山伯你不要死啊，你快带着祝英台私奔吧。志愿军战士的淳朴和乐观感染了剧团上下，徐玉兰也真正的体会到了从一个戏子到人民艺术家的身份的变化。走家走廊放映带，一边走一边喜，想不到弟兄真为真连理，一边走一边想，我与他同唱共度为两无猜，一边走一边爱，3年来不是演的是精彩，一边走一边唱，想起了18里相送他高唱听。还有一次，
玉兰剧团冲破了好几道封锁，来到圆山前线给首长们演出《西厢记》。演出开始没多久，就听到噼里啪啦外边一阵枪响。刚才还风流倜傥的张生，温柔多情的崔莺莺，一下子给吓傻了。他们站在台上一动也不敢动。听惯了敌人炮火的战士并没有被枪声给吓住，倒是看见两位艺术家紧张的样子，慌了神儿。大家马上围上前去安慰徐玉兰他们。而战争的严酷和战士们的英勇，也给徐玉兰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讲话实有信息，定是小气。等我再来试探一曲。想起的时髦相思，但是一曲名曰凤九啊，小生气感似曾相识。可是小姐你呀，这本就是比得上你哟，你呀。你没人心，坚持不放，一日不见兮，死之时光。风飞翩翩兮，四海俱往，父乃佳人兮，不才东乡。徐玉兰、王文娟一般人给志愿军战士们带去了柔美的越剧，而朝鲜丰富的传说也激发着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。回到国内之后啊，徐玉兰和王文娟根据在朝鲜半岛上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《春香传》，创作改编了同名越剧。有盼生不老，8年里
春香传》又被誉为朝鲜的《红楼梦》。而接着我们要来说说咱们中国的《红楼梦》。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拍摄于1962年，那一年徐兰已经40多岁了。而根据《红楼梦》书里边的描写，宝哥哥出场的时候，他的年纪应该是在12、13岁左右。怎么来表现出这个年龄阶段男孩子的特点呢？徐兰可是动了一番脑筋。有一次，在按照导演要求读原著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书上有这么一段描写，说是这个宝玉有一次和王熙凤去烧香，庙里边的这个师傅给了他一串檀香，于是呢，徐兰就想，能不能上场的时候脚步迈得大些，手里摇晃着这串檀香？结果一出场，导演就说好，设计的好，又天真又大方。老娘家里来了客人，快过来见过你林妹妹。林妹妹，徐玉兰和王文娟是越剧迷们公认的金童玉女，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当中，他们曾经在舞台上为我们留下了《范马记》《鸳鸯剑》《国破山河在》《关汉卿》，还有《投军别窑》，以及《红楼梦》《追鱼》《皇帝与村姑》这些许多经典的剧目。1980年，他们两个人呢又共同拍摄了《西园记》，在其中饰演一对不断闹出误会的有情人。是什么与他里面情连理？分明是小姐访问到此地。小姐，小姐，你万生什么来？江配鸳鸯
当初多情意，付什么诗，表什么情，生什么美，传什么意。你看是心边问什么事，他不得意，成什么理？我宁愿都是虚空啊，不再虚理，再虚真情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欣赏完了《西园记》，咱们今天的光影留声节目也快要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。我记得徐玉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她说人的一生如果能够让爱好和事业相结合，那是最幸福的事情。而我们作为普通观众，能够通过镜头看到您所喜爱的艺术家的精彩表演，是不是同样也是一种幸福呢？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下周再见。